而家係湯澤，日本湯澤神立滑雪場，最頂嘅上級道黑道回山徑，你滑過，感受下，應該 OK，冇乜人，週末先開呢度。Let's go。呢條神立嘅 Skyline 喺山脊上邊，兩邊都係懸崖，滑嗰陣時好夢幻，有少少似喺天上面滑嘅感覺。咁啊，順便介紹下日本新式湯澤區啊，一共有10幾個雪場。有幾個都係比較出名嘅雪場，包括苗場啊、加拿啊、神樂啊、岩園啊，跟住仲有上越國際啊、石打丸山啊、武子等等啊。咁呢一紮雪場距離都比較近嘅，有好多都可以喺越後湯澤車站嗰度搭免費巴嚟到。咁啊，講翻神立，佢係湯澤區裏邊人氣最高嘅。特別係週末啊，人超多。當日嘅朝頭早喺越後湯澤嗰度排隊等呢啲 shuttle bus 免費巴，都等到第4班先上到車。但係雖然人好多啊，等嘅時間都唔係話好長，因為佢嘅班次特別密，一連住嚟幾班車。講返呢條黑線嘅高級道啊，全長係3公里。喺呢個咁天氣晴朗嘅日子裏邊，視野好開闊啊，兩邊都可以睇到好靚嘅風景。雖然話神立週末特別多人啊，但係呢條黑線呢，都係得幾個人滑㗎咋，所以都係一個比較寧靜自由嘅小天地，一鏡到底。冇人嘅雪道就係爽啊！嘗試用下360去多角度拍攝，睇下咩感覺。咁啊，前邊揸機，後邊揸機，反手拍出嚟嘅感覺都好唔同。講下神立係湯澤區裏邊公園最好玩嘅雪場。喺公園入邊滑咗幾次，都好多 feature， 唔同嘅道具啊、跳台，規劃設計好合理嘅公園啊，正。見到呢個位特別開揚啊，風景好靚啊，所以自拍留念。神立滑雪場另一個特色就係週末啊，可以夜滑到凌晨2點啊！通常係星期5、星期6同埋假期前嘅一日，
就有夜場噶啦。全日本夜滑時間係最長嘅，所以適合練活嘅夜貓啊。呢個位下邊係成條雪道最斜嘅位啊，咁佢哋喺度等我就直接滑啦。因為天氣有啲熱，所以呢個斜坡都比較冰面啲。我滑冰面嘅其中一個辦法就係盡量壓低塊板啦，即係唔擸人，當雪道係道具。右手邊就係神立最斜嘅黑道啊！我蛙人獵戶座啊，同埋斜啲粉雪啲。神立好玩嘅地方就係有好多呢啲小跳台啊，咁啊成個雪場滑落嚟可玩性啊就更高。見到有份啊，滑下份啦。去神立啊，就唔好錯過神立呢個溫泉，叫神之湯。睇下右邊張相都好大下嘅，入邊窗外仲有室外嘅位可以浸溫泉，風景好靚。好正，好正，好正。嗰度有粉雪又有，斜坡又有，黑道又有。好，着嘢再上多次。